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县市首长用网络直播来行销在地农产品。屏东县长潘平安伫台湾订货了后，人气强强滚，伫面册来直播卖恒春的葱头，甚至挂迄个水龟啊，行要来切葱头，画面是真趣味。啊，那这个台中市长罗秀燕是伫购物网站卖台中的木国柑，主打着产地直销。啊，这个高雄市的农业局长吴丰明。 有够强！伊伫购物台卖金蕉，33分钟就甲12栋1000箱的金蕉总卖了咯。屏东县长潘明安伫面书直播行销恒春的葱头，佮加送100份。100份啦，安尼互人较济人。伊伫现场示范葱头的料理，今日切葱头的老目油竟然挂水镜，画面真好笑。 迄是啥物经验？我讲你要上水啊！我甲因问啦吼，说切洋葱最好的就是带挖镜啦。潘平安伫台湾订货了后，人气真悬，即马直播卖葱头，搁较接地气。台中的东势茂谷柑，色泽漂亮，皮薄，肉质鲜甜多汁。 另外，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影片内面推销当时木国柑，当地农会甲电视购物台合作，主打产地直销，也阁有请罗秀燕市长来代言。高雄市政府伫购物台卖金蕉，竟然伫33分钟内销完1000箱，12栋的金蕉，原因应该就是这。这个是韩市长等于是红包，对不对？上面写着恭喜发财，我们限量提供是50个哈。 县市首长超人气公款，透过直播行销当地农产，互买气瞬间加温。